好不好？最后一首歌一起唱，对，这是一定要唱的。每次最后还有一首歌很喜欢唱这首。这是一个原住民很简单的唱歌方式，就是一个人当领唱，然后其他人当答唱，答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，然后就会给领唱者力量。这是学者讲的，人类学者。我用唱的比较简单啊，好，当领唱哦。啊呜啊呀那呀哦嗨呀，回答。哦嗨呀嘿呀哦嗨呀。啊呜啊嗨呀哦咦耶呀，回答一样的。哦嗨呀嘿呀哦嗨呀。啊呜啊呀那呀哦嗨呀。都要唱，后面的朋友都要唱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自己哦，我们都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来点掌声，加油！